Hello，不如我幫你開入去停車場好唔好啊？夾個咪 OK 嘛？夾咪啦！今日晨七咁早8點鐘已經醒咗出嚟收車，呢一部 S400L 豪華版係蚊姐今日嘅第一日嘅戰績，跟住接下嚟嘅話睇下今日可唔可以搞掂6台。我一個人咋嚇，唔係成個團隊，有冇搞錯啊？一個團隊如果先得嗰6台嘅話，我食屎得啦！哇，呢度凹咗喎，有少少扁形嘅，爆裂咗啦，我覺得幾型喎。呢度要鈑金嘅喎，嗰度後面嗰度係車主佢開個刮嘅嗬，唔係你哋冇開呢部車係嘛？你呢隻唔係豪華版係商務版嚟嘅，同我收咗一隻一模一樣，佢公里數比你多少少，因為豪華版嘅話咧，佢有數字大燈啦，又有呢一個台顯啦，同埋大柏林之星音響啦，後排 iPad 操控啦等等齊晒嘅，所以佢聲差10幾萬嘅指導價。我同你傾價錢咯，冇其他問題嘅話，肯定冇咗之前嗰個價錢㗎，唔係豪華版，唔係。首先唔係嗰個版本。其次，車房嗰度要鈑金。如果呢啲咁樣嘅位置嘅話咧，你整到出保險嘅話咧，佢係可能過唔到第三方。我要買車，得就得，唔得我再同你講。有冇咩車係保值？冇油電嘅車保值，從來油電嘅車都係唔保值嘅。稍微好啲嘅話咧，就係 ES300H 或者 R350啊、450嗰啲咯。如果插電式油電混合嗰啲係最唔值錢，你唔好買。我俾翻個咪你。可以，你哋溝通下先。可以。Later 係你講。加多1萬蚊。53，要我額外再加，我真係加唔到。我易賣其他先。如果冇咩大問題嘅話，大家咁熟啦。我再盡量去做好佢得啦。真係冇咩辦法呢台。我同佢打。好 ，OK 得我扯噶咯喎。拜拜，唔阻你啊，多謝晒，下次再咩希望啊，直頭啦，買車賣車記得揾蚊姐，陸續有嚟啊。